后来庆祝伫要到来的9月中阳，台中市长卢秀燕再去到大理探访今年拄啊满100岁人瑞廖瑞阳阿公，除了来转正着总统甲卫福部的金牌，马上敬老金1万块。这位阿公虽然有淡薄失智，无法度对话，但是会当家己行路，平常时啊，佫会当看报纸、看电视，胃口嘛袂歹。长寿寿的秘诀，建议是认为是保持欢喜心。台中市长卢秀燕替廖瑞阳阿公发到总统参卫福部所送的价值几万块的金牌，而且佫送一包敬老的礼金1万块，庆祝伊今年正式变做100岁的人瑞。阿公虽然小可失智，无法度对话，但是看起来真欢喜。你看小姐，袂歹呀。阿公的手也阁真有力，平常时啊，嘛会当吐果仔伫厝内底家己行。另外，伊的目睭嘛袂歹，会当看报纸，也阁有电视。胃口嘛真好，不管是菜也是肉，只要煮较烂的，拢会食。甚至有时阵也阁爱吸一杯啊。我还打威士忌给他喝了。他要喝什么就给他喝什么，上人就不要去禁忌了，什么胆固醇过高了，什么过高不要去禁忌了，高兴就好了。厝内底的人拢认为讲阿公平常时啊，拢保持欢喜的心情，生活作息嘛真固定，3顿正常，定定散步，是伊维持长寿寿的撇步。